赞。请大家不要走开哦，等一下我们都还会在这边哦。你们回去找专业的口译再把自己的把。就我上去了。到时候7天再回来。所以今仔台湾拢都摕几张票？1800张。啊？台湾拢摕买几张票？今年1800左右。1800左右哦。嘿。啊，伊现场会当偌济？现场3000平几万人的啊。所以咱摕只，咱摕只有3800就对了。咱摕1800。哦，赞。啊，对啊，剂量变无啥高，所以刚袂清楚。高吗？我无上外头啊。系啊。拄着啊。我上高喺外头啊。拄着。我見啊，等你日頭出來。日頭未出來啊？未出來嗎？而家唔足夠呢？他們都不知道那要上台啊？他們都不知道那要上台。我們要上台。我準備台灣。恁这打是啥？恁这打是啥？段纯真之前是代言，没有，之前是代理我们的生法义，孙杰志这次也有来，赞，感谢台湾产品。啊，你这打嘛袂少人诶。段纯真。啊，所以你甲伊讲诶是吧？我赶快。借用他的名号哦，哎，然后今天豆浆早上5点半开始。够少的哦。评语的别嘞，现场买哦。哎，我问一下，你要几份？我们有8个人。好。等一下。他建议一个百香一个奶茶。
OK，请你先。Sir, your sign. Hey, OK, let's keep saying. Do you agree that the Taiwan's legislative, they try to restrict, you don't even have the right of the silence.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of silence. You cannot keep silence. You have to answer whatever the question they ask. I don't think that's how it is in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in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this kind of laws do not have that practic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cannot witness against yourself, or there are restrictions. Having let's say, unconditional constraint to reply, I don't think that's safe law. Yeah, they try to pass a law, to supersede the Constitution.
they said that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 State of the Union, the Congress and the Senators met together and they invite the president there. They want to interview president. You interview the president, top secret, you don't answer. Then you're against the law. You condemn the Congress. Then they put you in jail. Even the president. We cannot accept that. Sure. Thank you.我你摕个报，这报道，这报道。对。Lisa，你他刚才也约吃饭了。受不了了。好，等一下，那个 Ferdy 在那里，那个 Ferdy 在那里，我等一下。Ferdy 在这里了。这边有个红色的票，看他们现场。他也还有 VIP 的停车位，就威廉的这边的我现在在那个就是这边的，他们说只有你的名字，我们没有名字。他是 Rex 这边的啊 ，Rex。哦，你已经帮我拿了。哎，他说他已经帮我拿了。他只有一位，他帮你们拿了那个。还去拿了吗？哦，Rex 你帮我拿。好，等价。我找你。啊，对，阿婆你跟我讲。好了，进来。没事，谢谢。6份还是4份？因为你们只要拿4份，这样要换掉。好，给。三无八宝，伊也无讲啊。
来，进去。我应该有，要穿上去吗？我们排队的吗？他变形了，挂出了。哎。啊，佩服啊！这个东西就是一堆的，他们里面就是，我刚刚讲过，他们里面阿峰啊，休息。别！怕谁都怕的。好。没有，然后就去当不同的看。要进去了，进去了，慢慢进去。好了。要，但他们都在那看一个。好，一个是量非常高，最高的是高。好了，进去了，够了。这个 extra， 走 ，OK， 好。然后往右一点，走了。快走了。来，给。好了，走。OK， 走。小行动我觉得全海外的台湾人都应该站出来关心，为什么我们看到香港怎么样沦落，这个立法局就变成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大的，透过这个国家安全会议就把它变成就是听中国。台湾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立法院的这个乱权，就可能就沦落，所以每一个台湾人都应该站出来。那么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讲的都是逻辑上随便乱讲，因为他们都是这边讲一套，他们实际上讲一套。什么国会到最后要通过的表决案还是最高纪录，开玩笑吧？
本来就是在讨论的，没有讨论就当然进来。台湾已经进步到现在了，所以我们在海外其实都跟着这个台湾的电视在看。如果真的不站出来的话，台湾很可能就变成这个今天的香港。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您会不会想回去台湾？当然会啦，机票都随时，我们退休了都随时可以走啊，可以回去，当然了。所以就是做看电视的时候，同时做好的回台湾的准备。我想在海外哦，不管哪一个阶层，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早期出来，真的是心系台湾，一定有时间做的，随时 anytime 都 get ready， 宣传姐姐对，绝对不会迟疑。那帽子需要借你吗？好我们讲啊。 2月6号，习近平就下达指令，因为那时候这个马英九不是到中国去吗？中国就跟他讲到，透过台湾的这个立法院来乱，所以现在台湾的立法院跟什么他们立建的什么威胁台湾没有用的。这个今天不是这个菅孙放吗？黄仁勋要来吗？他们一件夹克就把他打倒，所以台湾的股票昨天。5月4号说不但没有降，而且反而升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台湾人是被吓大的，绝对被吓大的。加油，台湾！好吧。谢谢。来，进来，那是进来。好，这边拍一下，再拍一个下我那时候其实有在台北帮，就是跟那时候好像黄国昌还是上那个记者会，所以其实我发现他们这些现在其实没有很明确是从哪个党派的，对啊，所以大家厉害厉害。真的不懂是吧？等一下，你可以等一下，可是让他先。做这快点了，湾区较侪少年人。哦，对了。所以是为这个活动特别较侪少年。这个是袂歹。哎呀，袂歹啊！你看较侪少年人。啊，台湾这看少年人。对啦，扣人啊，扣少年的。对啊。咱讲不过来美国40-50年啊，老国国啊。是啊。地教师跟你讲啊，大国要做讲你姓什么，姓叫姓阿公。我秘书，那个美国的秘书嘛。有啦。他在台湾。金旺天，现在是咱台湾人包1,800零个，这个招台湾团队1,800张是拢没做，总没做。系啊，个就3000张。是啊。所以咱敢若负责1,800就对了。问钱我唔知啊。问钱。伊就伊就写收澳1,800张收澳。
这几天很忙。很忙啊，事情好多。对啊，我们昨天自己也开一场。the movemen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So why after 10 years you still want to support the Bluebird against the legislators event? So why you want to do it for? Yeah, I think really to think about it in a more broad sense, I think a lot of Chinese Americans really believe in democracy, about equality, about fair justice, and so we don't like any of these unusual power plays behind the scenes. So we just support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as Americans really believe in. So that's why we support Sunflower Movement 10 years ago in San Francisco, and even now today across overseas. 他知道，台湾人是很重要，是要支持平等、自由，然后大家都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他说美国人也是很支持这个想法，所以他也要支持台湾人争取自己的自由、民主跟一切的言论自由。Yeah, you just have to know a lot of young Chinese Americans care about what happens in Taiwan because our parents are from there. They've seen all the struggles that really what it took to get democracy in Taiwan. So we just support all this. 他说，年轻一代的台裔美国人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他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从台湾来，他们不是很喜欢在台湾发生的这些状况，所以他们希望做一些事情去表达他们的意思，去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然后跟一切的言论自由。And just to be clear, I think it's all up to the young people in Taiwan to decide what the future is. We just support what they want. 他说，他们希望台湾人民可以自己做主、自决自己的未来，然后他们支持台湾人民可以自己做主的未来。You're welcome. I think it's a basic human right. Yeah. Because they don't even allow. 摩擦无耻。好，谢谢。我觉得台湾人很勇敢，年轻人愿意站出来，给那些至少不会乱象的人一些警惕、警告，希望台湾会更好，希望台湾人觉醒，真的要去。所有台湾人都愿意支持这种政治理念。太好了，我先穿个衣服。对于自由跟民主有自己的坚持，然后是对我们台湾人共同有的一个一个底线。那就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形。那10年过后，我们还是会相同处在，我觉得这是身为台湾人最骄傲的事情。2位 VIP。少一张照相券少一张是不是有人？什么名字是2位 VIP？ 好像是2位 VIP。高炸！我看有力啊！我感情嘛，你看有你，那无看有你，是你没人敢看呢啊！好啦，有开玩笑哦。你有跟你台湾哦？我前几天已经拍了好几场了，比赛是台上演讲，我都给你拍了，还贴上去，还转给你了，你让我追垮。我有看，嘿啊，你先看。
最高是300万，他讲的那个交通这种排上去也是通知你们哦，都没有通知我们啊，真的哦，连中国媒体啦，这个媒体我们是最大的媒体啊，我只是300万呢，不是30万呢，跟不上时代。只要2瓶。威廉，去哪里？你看，有个人啊，你看钱我袂算，300万啊，我你讲，不是300，是300万。我知啦，我对媒体说什么大的厂，我去那个越南都是潮州，都是关注。那个跟处长说11点要准时到，迟到没有采访。他在哪边？我VIP 中午我会陪着你们。然后我现在在准备。你们刚刚哪一家店的？那是否刚才我在那是否把豆浆给你爸爸喝？我知道，我放。我拿一张，拿一个。是我们站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的先。哎，在录影啊！在录影，嗨！他拿来了，给他，先给他。好，先给他。你啊，去翕相啊啦！等一下，等一下。主任照个相来。我可以照相。